俗语讲了好。叮当诶，你下来呀！吼，我甲你倒酒吼，当然我食了吼。来，啉酒，啉酒。哎呀，啉。哎呦，叮当诶，来啉一杯。我甲你讲啦，吼，你拢足久无来诶，我甲你等你吼，摕迄个10万块来甲我赎身呢。 10万块我哪开会落哦？你嘛拜托诶！真的，你哪来照顾我们来搞我买小肉粽啦？哎呦，来肉粽吼，跟别人的无共款，是烧的肉粽。那你这是北部粽啊，南部粽？哦，南部粽啦哟。头家娘啊，安那啦？恁店内是拢无人啊你啊？哎呦，你看这个好食，我店的小菜拢互伊食了了啊！吼，嘛较拜托诶。歹势，头家娘，你嘛较拜托的哦。伊讲伊卖烧肉粽，啊，规矩安尼定3比8也无肉，搁迄边啦，你嘛态度较好诶，菜一个雕像伫遐，一个面安尼凹嘟嘟啦，吼，你嘛较拜托的。歹势啦，歹势啦，哎呦，莫计较遐尔济，啊来甲阮店的捧场啊，对毋对啊？吼，有人爱食苦粿嘛，人爱食菜粿，对，反回宴祝，阮逐项拢有，莫想较济啦。啊，你往来死鬼咧，安尼袂使啦。结笑啦啊！不会来啊啦！你这袂通啦哦。是啦，不会啦，我要去边仔间啦，德国开的间较好，来我来去。毋是啦，来这关系对毋对？逐摆我咧签，我嘛互你签啊。啊你那，哎呦，哎呦，头拄好看到两个人客行出去啊呀！哦，啊你遮的装潢哦，哪拢无进步？哎呦，我惊死人哦！啊你是安那？啊你是人呀？这才绝人。黑人嘛，来听你好。你把那笑眯眯的，即摆是安怎啊？我甲你讲啦，恁搁咧用迄什么步数啊？为着10万块哦，啊，搁什么？哦，这咧烧肉粽哦，哦拜托诶，这已经哦过时啊啦，人即摆哦拢嘛像我安尼，你看，啊，搁有后壁。哎呦，人哦，即摆哦，就是要兴即种的啦。哈，莫笑死人，咱来实在遮久啊啦。嘿，店开伫隔壁尔啦。哦当然啦但你规身躯白白无2汤匙仔肉啦，拜托诶，穿安尼，大家迄物夹饭时，但你一直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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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莫叫啦，等下，我看到你有一个货。啊，这位是恶送啊！啊，伫咧煮饭的哦，啊，也是这个是去你的困衫啊！哎呦，拜托，你听啊，你的目睭是安怎紧的？我毋是咧煮饭，系安怎？我是咧食饭。哎呦，你特地来食饭的哦，拜托，啊是要趁啥？啊，等，这颗生到这么悬，啊，搁这么薄板，啊是咱啊，是你哥呀？哎呀，我跟你讲啦，你听啊，咱哦爱进步啦，对无？迄30几年来啊，你拢共款嘛。啊，毋过我甲你讲遮吼，哎，讲甲你若慢咯，我的喙手我都拍干啦，刷去啦。啊，毋过你若是吼挡袂牢，啊，若是莫伤辛苦啦吼，迄规气吼店关关的啦。请教者吼，安怎？哇！恁店的拢咧表演啥货啊？我跟你讲哦，才一支迄安尼转来转去、并来并去的迄种，你是讲美国？迄种钢管呐，去学起来我看了无才调啦，滚滚的啦吼。唉，你讲迄无？这钢管其实钢管袂断去哦。对啊，电较大支的就好啊啦。系啊，改变。有电话挑啦，钢管、阿芬啦，我就甲你讲话，你体格你嘛拜托去韩国去处理者。哎呦，那你全班做啦？奇怪，啊你啊，安怎？是我度减肥哦。我有咧减吗？你有咧减？我甲你讲，愈减就愈枵，愈食愈济。哦，你来，你是面凹嘟嘟，我即摆是欠你花啊钱啥少年啊？无你啥？你慢慢要拜托，店的生意歹加咧呐，敢若剩咧管理员伫遐济尔啦。那，人白个人拄迄迄人马来讲，因迄已经付到什么马力什么我过去啊？啊，咱这边店咱是变啊？无啦，有啦，我有练新的招啦。嘿啦，我有练哦，啊，就有气质的迄种新的哦。招是咱是人起来甲你拖出你种新的招呢？唔是啦，你看就知啦。啊，你是拢袂笑的哦？小林来跳啊，无代志，无代志啦，来呀，调好，music。过冬一
变落雨天，家人讲比咱的强。若是会畏寒，上好紧来找春天。阮这款的美女，拢会真爱你。阮这顺酒好歌，拢会传予你。啊，不过你人地也有把握，无钱你就免归去。看无你，看无你，哎呦哎呦，阮心伤悲。看无你，袂记你看无你，哎呦哎呦，阮心啊，我袂记啊，啊，袂记，这不是你是怎样袂记？卖唱啊！气甲恁怎么无啦？一直走起来。你这什么那种公务部啊？啊，大家哩落安尼，哈？袂记。敢要看诶？啊，这摆是安怎？我头家娘咧讲话，伊即摆安尼，当作我无存在，意思啊，伊无形诶，我飘入安尼啊。无啦，姊啊，小林今日看起来怪怪，一个人坐伫遐啉掉一罐酒，啊，讲拢讲袂听。啊，我问伊安怎，伊一句拢无爱讲呢。啊，敢若你注意有人拍电话来无？嘿啊，哎呦，安尼袂使啦，啊，我来甲看卖吼。我嘛去看卖吼，等我啊。这查囡仔讲袂听啦，伊阵啊来遮引头咯，死翁，该带一个囡仔遮尔细汉，讲要来我遮食头咯，我就讲卖啦，你这查囡仔，你生做水水啊，去别位趁食啦，啊徛伫遐唔讲话，哎呀，我安尼看到安尼你查囡仔啊，家己带一个囡仔遮细汉，遮尔可怜无依无我，我就想着较早我家己的我是咧着软心面啊，无效啊！尾啊，我的话嘛无听落去啊，去交一个警察，有宝的。唉，小玲啊，别人会晓讲袂出，你袂晓，你知嘛？小林，等下又买过来，等下回来你敢知？你慢点啦，好，无代志啦。喂啊小林，你即摆举这支倒时啊？你搬8点钟哟啊！啥物好人有好报？天公伯啊，拢在骗我！我是真打拼在生活，无骗人，无骗人。即摆我得着啥？双手空空，一个甲我食狗狗拢欺负我。请教你一个吼，对方是哪甲你骗啊？伊讲伊爱我，要带我家己啊走。伊无讲伊已经有某啊。伊无讲，你现在袂晓听，目睭袂晓看笑，你家己讲要怪谁啊？是啊，伊讲伊爱我，伊真正有讲。爱一斤大偌济啊，是要用啥条来帮啊？啊！我唔捌，我真正唔捌。我以为这世界是人笑人。你都要用拆下落白，你才会清醒啦！啊！是啊，我就忝的，我真正就忝的。等，即摆要聊落吼？哎呦，我甲你讲个笑咧，手伤慢啊，阿妈滚较紧吼。等下哦，要挂咧之前，我卡着是叫恁后生来讲哦，讲因老母我欠卡咧，讲要死哈！我甲你讲，要死去外口死啊！我才要做生意咧。小林啊，你今日甲叫死的啦！小林啊，你一个查某人出去没有闹我？今麦外口袂食的话，辛苦你刚才西瓜苏当归，马当苏火加卡当呢。雷ခင်姐啊，我知影你是为我好，我是怨叹我家己遮尔无路用，做人的某、做人的妈妈拢做袂好。今麦连你予我的头路嘛不敢嘴讲讲，我对不起你。哎，少年啊，讲感情就袂像咧跋筊共款，到尾来赢起起来当有几个？你看，我手头敢剩这间店啦尔。感情我毋是无爱算呢，我是算袂起。别人吼是摕香咧结拜，咱是摕棒棒糖咧摇摆啦。来结拜吼，一人一支。来，莫讲遐，无重要，无重要。来结拜吼。结拜。系啊，刷落是要安怎？拜四方啦。啊？江一方啦。哦，来拜
200、300，好来10香，好好。哎，人生路有偌济点在世间，嘛无几回。头毛有长嘛有短，路途有悬嘛有艰。有我来照顾你，有我来疼惜你，感情永远拆袂散。像咱这款的缘伴侣子，上有人情味，开伫后庭内面，点点来开，点点水。小玲啊，你无听人咧讲啊？寒时毋惊落土烂，哦，这句听有无？听无？囡仔人爱听有。第二句叫做烂土伫骹底戳，听有无？听无嘛，恁兜的代志，好，代志拢会解决的哈，莫想遐济，好，甲咱拍鼓励。来，人客啊！来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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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喂啊！哎呦，要求就阿姨吼，我会惊。我们咱做所有人艰苦了。对啊，迄不然你巧，你袂使你救啦，你歹看啦。唔是，我本来想讲哦，迄个，咱因为无肉嘛，无肉迄吐袂掉。哦，啊，你搬的时阵，伊就走起哩。哦，我尾来讲，迄左囡仔，迄今日迄路有围牛车，围牛车有，撇来。我互你看到。啊，我就规矩，我台顶照旧我也无差。哦，辛苦嘛是辛苦啦，查某嘛是辛苦。啊，这小玲哦，因为局长哦，伊都安尼自暴自弃啦。佢安尼日囡仔，安尼靠家己要请用，安尼有诶袂。啊，即摆内勤啊，再甲苦劝。哦，你都爱无遐，但是无遐个啊，但是安怎处理？所以寒时毋惊落土烂。伊啊，第二句呢叫做烂土卡骹底戳，烂土伫骹底戳。来，赞成第一句举手。哦，恁两位。伊拢唔知阮咧创啥呢？伊拢唔知。你唔知都是。你爱来遮？恁两个过去好。你无经第一句嘛吼？嘿。你是听有无啦？有啊，小可听无。啊，小可聽無。这两一定牙香对白啦。对对对。咱寒时毋惊落土烂。你讲讲你经这个意思啊？我先问你，你来经这句？因为寒时毋惊落土烂。废话，啊个，人家咧写你咧，你就是艺术啦，艺术。就是寒时。啊好来，你去讲第三届，我看你会使讲几届。黑人骂你的意思是安尼嘛？寒时就是伊菜伫倒位拢做好种的，啊伊就是就伊的生活，伊的生命就活力的，生命力很强哇！这边那个生命力真强，生命力真强，就是讲连烂土伊嘛会用坚持，伊嘛会用发出来的意思啦。哦，就是讲无要紧，对，我就是这个意思啦。你敢是这个意思？安尼伊讲你是寒我是时感觉啦，吼，应该是吼。寒时唔惊落土烂的，英雄唔惊出身家。哦，你多讲说一遍吗？啊是吗？我是你家啦。你过，来，恁选第二句叫做迄个烂土地骹底戳，烂土戳，有当戳，对，什么意思？因为伊就是烂土啊，哦，你讲小林是烂土，伊就烂，所以你笑无要紧。哦，你是讲伊是烂土，啊，你甲伊笑无要紧，吼？不是，烂甲底就对烂啦。土，因为伊是烂土，所以安尼笑就无要紧。我烂土，哎，来，老师把它甲阮解答者。真正是配王之王，无配读壳的王。头迄个嘛讲得真好啦吼，寒时毋惊落土烂。这句是咱台湾民主运动前辈郭武新先生所写的诗。千年根，万年藤，
旱钱唔惊落土烂，只求基友代代传。就是讲，因为咱台湾伫地图顶头就亲像一粒旱钱，啊，经过像讲1624年荷兰。葡萄牙、西班牙，甚至清朝、郑成功吼，日本政府、国民政府拢甲咱统治。毋过咱台湾人即马嘛，家己做主人啊。哦，所以变做环境无好，毋过咱嘛爱有志气，爱有勇气，啊，坚强甲活落去。所以即马是讲景气无好啦，毋过吼，豆豆来，大家做伙拍拼，后摆一定会成功。是。啊，另外一句是讲烂土伫骹底触。即句较深啦吼，哦，因为这种单位吼真牛，像即句较深。厉害。啊，若讲较白就是啥，软土深骨。哦，烂土就是烂土啦。你啊，讲啊歹呢，你若无志气，你无够坚强，人就干啦，甲你戳落去，甲你斩落去，食你够。所以若讲叫雷孔子啊，要来鼓励意思，应该是讲大家啊，爱小敬小听，爱坚强活落去。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旱钱唔惊落土烂。伊汉字是一个，伊都唔惊，伊就是与生命啦真强，对，所以唔好看轻家己，万事拢会解决的，负责嘛不要紧。我来拍破过咧。